其實你有冇諗過有冇意義嘅啫？其實個意義係用2個月去追嗰個課程係辛苦啊！應該係難以拯救喎，我諗呢個係神仙嘅任務嚟喎。你明唔明？睇完條題目都唔明嘅嗰種心態。我哋個個都明啦，而家過嚟陪你經歷一次。而家堅持嘅動力其實已經刻咗落我個名度啊，係要有毅力啊！其實我咪盡力搏一鋪啊！香港嘅考試制度並不能反映一個人真正嘅實力。個遊戲好清晰㗎，唔係考緊你最叻嘅自己，係考緊喺最有限嘅時間展現最叻嘅自己。佢哋有冇心去令嗰個考試變得更好？有冇為人師表嘅心？有冇一個教育局你做緊教育呢一樣嘢去做好呢件事咧？演示俾全香港嘅學生睇，如果你想考嗰個試咧，應該係點嘅咧？